Hello，歡迎嚟到登山日記，我係博德興。今日我同隊友嚟到順山國家公園。而家係早上嘅9點15分，我哋要開始今日嘅行程。今日我哋嘅target係從電波漢基去到班納勒賓，全程大概係6公里嘅，哦。來，大家，我們開始啦！開心點，開心點。緊唔緊張？緊張。興唔興奮？哇！嗰兩個好似步入教堂咁啊！嗰啲腳步啊！慢慢嚟啊，慢慢嚟，唔緊要㗎。來，削一個，削一個來。今日我哋嘅target咧係要從電波漢基海拔大概1900爬升到班納勒賓3200嘅，係需要爬升大概1300嘅嗬，而且全程咧都係好多樓梯級嘅，同埋咁嘅碎石路。出發20分鐘，我哋到咗第一個休息站。全程6公里，總共有7個休息站，而且每一個休息站咧都有廁所嘅。好，繼續。嗨，大家！今天我們爬在神山的途中遇到我們的 Lazy Woman Diary 的美女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會去做 Gurkha Hut。Gurkha Hut，祝你順利哦！謝謝謝謝。上一次我遇到她很多年前還在Gerangan Waterfall，到現在有好幾年了。好，一切順利，加油！加油！從 starting point 行咗大概2個鐘，我哋嚟到Layang checkpoint。呢度海拔係2600，先喺度食啲嘢先。好多喺佢桑度食嘢嘅。食完嘢過後，我哋需要爬升，仲有爬升600先可以到班納勒賓嘅嗬。所以喺度食啲嘢先，補充下體力。喺Layang呢度休息咗15分鐘，食咗啲嘢，繼續我哋仲有2公里就會到班納勒賓，仲有600嘅爬升。而且呢段咧都係比較斜嘅嗬，所以嚟到Layang呢度咧一定要食啲嘢，如果唔係真係冇力爬。
而家係中午1點半，從登山口出發，我哋行咗4個鐘，終於嚟到班納拉班。Yes！ 啊，今日好大霧啊！終於到啦！OK，check in 咗之後，去睇下我哋個房間先。哇！啊！呢個就係今晚我哋過夜嘅地方。哇！廁所。來，歡迎來到這邊。來 ，give me five 來。沒有。來，先 check in，來 ，check in 這邊。恭喜恭喜！先去 check in，先來這邊 check in。哎，到了，來，先來這邊 check in，來，來，先 check in，來。現在是中午的4點半，我們在班納拉班這邊。現在這裡是很大雨啊，大家不能看得到。山頂上面落緊好緊要大雨，嗰個水沖落嚟可以滑得多嘛？大家有冇睇到啊？有啲特色嘅。如果冇落雨嘅話咧，唔會有咁嘅情況嘅，係完全係冇呢個滑得多嘅嗬。所以講依家山頂上講落緊好緊要大雨啊！希望聽朝早我哋登頂嘅時候冇落雨。吃晚餐啦！來，吃晚餐啦！肚子餓啦！食咗晚餐過後呢，大家都喺度忙緊執聽日攻頂需要用到嘅嘢。有啲隊友呢都已經瞓咗覺啦，因為我哋陣間1點幾就要起身。即係講你個水咁樣係。早晨，精神啊！哎呀，我近啦。出發啦 ！Joey, dia orang tak tahu mana tempat, tolong jalan di depan. Thank you. 出發！而家係凌晨嘅2點30分，我哋開始登頂。希望今日天氣靚，大家順利嚟登頂。正常啊。Oh, this one. AW. Okay. Take the rest here. Ini jalan sana. 2 or 3 minutes.
而家係凌晨嘅3:45，我哋到咗11 checkpoint。嚟到呢度咧，一定我係俾 Ranger 睇你個 name tag 㗎。山登頂成功 ，yes！ 唉，今日好大霧啊，好凍啊，鼻水都痹晒咗。哇！真係好大霧啊，一啲景都冇咁啊！落山啦，落山啦！頭先個山頂嘅時候咧，又多人又大霧又凍，真係冇辦法影到啊，手都痹啊，凍到。落山啦，依家落山啦！落翻多少嚟咧，就爭啲冇咁凍咗。OK， 我哋翻到嚟班啦，班啦！哇，個天晴咗啦，天晴咗一下，天光咗啦。翻到嚟班啦，班啦！哇，個天光咗啦，一下，成個天都清晒，幾靚啊！落山啦，落山啦！拜拜班啦，班，拜拜神山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終於翻到嚟電波康基啦！哇！而家係中午嘅幾多點先？睇下，中午嘅3:18。啊！我哋嗰地啦，啊！慢慢走，恭喜恭喜，順利完成！我们走了，不能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